你伫百姓的面前所着立的法度是安尼：你若要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伊要服侍你6年久。第7年，伊通自由白白出去。伊若单身来，就单身出去；伊若有某，伊的某就甲伊出去。伊的主人若甲伊娶某，某甲伊生囝，也是查某囝，某甲囝儿着归主人，伊着单身出去。这书奴仆明明讲：我疼我的主人甲我的某，我的囝儿，毋爱出去自由。伊的主人就着带伊到官府遐，搁着带伊挖近门，也是门徛。主人就用钻仔钻伊的耳仔，伊就永远服侍伊。请答陈牧师讲道题目是律法的精髓，疼人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几年以来有一个现象，就是有基督徒的兄弟姊妹会请教会替伊已经过身，但是也未信主的亲人，用基督教告别礼拜方式来举行告别式。因的理由就是因为基督教的礼仪无亲像民间的宗教有遐尼侪的风俗。若拄着安尼的请求，教会拢会斗相共，但是嘛会清楚互因知影，因无信的亲人袂因为用基督教的仪式就会得到救。因为咱知影，一个人得救是爱用喙承认、用心来相信的。所以咱会当做的，就是互信的兄弟姊妹会当得到安慰，并且教会嘛相信讲，咱的服侍就是一个亚正的机会。或者个可能一世人敢若参加一届基督教仪式的未信的亲友，有机会会当听见福音。对安尼现象，会当看出伫即个时代已经无遐尼侪的禁忌，也凸显即个时代是一个比任何时代搁较传福音的时代。因真侪人因的观念已经开始伫改变啊，所以这嘛咧提醒咱遮基督徒，咱信耶稣了后，就应该爱有好的行为表现。这行为表现，毋是为着要积功德，因为咱毋免积功德，是要为着互咱四周围这也未信的人留落一个好的印象，甚至是产生好的影响力。所以今仔日咱就进入十条界的后半段，就是讲咱人伫地面爱安怎甲其他的人有正确的关系。这6条界是爱孝敬父母，袂当杀人，袂当行奸淫，袂当偷摕，袂当做假的见证来陷害人，袂当来贪恋别人的财产。我毋知影咱伫看这10条界时，敢有注意？上帝拢是用讲袂当来颁布伊的命令，除了有2条，就是爱守安息日，甲孝敬父母这2条以外，所以上帝都讲恁袂当安怎，袂当安怎。但是咱人有一种特性，就是当别人甲你讲你袂当做啥的时，你的防备心就起来啊！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咱今仔日读的21章，对伊21章了后，遮的细节，拢是用道德劝说的方式来颁布的。就是上帝望伊的囝儿，毋是讲人叫你安怎做，你甲安怎做，是会当用听来成全律法，会当用人道、用公平来对待其他的人。所以这律法细节虽然真济，较甲当时世界所实行的律法非常的无共款，就亲像旧约的律法，定定互摕来甲一个叫汉谟拉比法典的来做比较。伫汉谟拉比法典就是迄当时的人所流行的一个法律。伫这法律内面，死刑是非常普遍的，是非常残忍的，并且人受什么款的程度的处罚，是看伊的地位来决定的。就是有钱的判生，无钱的就判死。但是当咱看上帝和以色列人的律法的细节的法觉，这律法不但是伫遐防止、伫遐阻挡即种真残忍的处罚，互人会当有机会为着家己来辩护，并且这律法嘛无任何的阶级的观念，反倒是保障这受压制的人。所以伫顶一届我的讲道，我有请咱用新的眼光来看10条界甲这个命令，因上帝望咱会当透过这来认捌伊，来看重咱甲伊中间迄个立约的关系。咱若敢若接受命令，
就会亲像犹太人共款，看这诫命是一种屈辱。因为咱知影，伫这几百年以来，有侪犹太人的经学师、列比伫解说这诫命，佮加上因的传统、因的风俗，所以渐渐发展出一套犹太人的托拉。这套托拉拢总有613条的命令，前约略200条是咧规定因讲安怎敬拜、安怎献祭、过什么款的节期才会命令。其他差不多400条就是涵盖犹太人的社会，也是生活各方面的规矩。犹太人因爱遵守所有613条内面所有的规矩。因认为讲，若犯着其中一条细条的，就是冒犯上帝。所以对这咱会当知影，当初上帝为着要帮助以色列人，互因对逻辑、心急、路财、心急到即个上帝的子民、上帝的选民，所互因的10条诫，互因的这条例，即时已经变做因的捆绑。所以伫看圣经内面，咱定定会当看到种耶稣或者以色列人因的挑战。盼望以色列人会当用新的眼光来看待，并且实践律法，毋是干那为着要遵守律法安尼那尔。亲像耶稣甲耶稣无照清气的规矩就去食饭，所以法利赛人甲文士就攻击伊。但是耶稣安怎回应咧？耶稣讲：囝毋知囡仔对外面立人的，话拿三人。对人的内面出的，就是拿三人，拍拿三人，并且耶稣佫伫好的撒玛利亚人这个譬如内面，嘛伫挑战以色列人因所遵守的律法，因为因认为这个好的厝边就是因的亲情，住伫因隔壁的同种的以色列人。但是伫耶稣故事内面，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，伊无因为撒玛利亚人甲以色列人的关系无好。无因为以色列人看轻因，看因无纯正。当即个人伊行到一个所在，伊看到一个人互拍甲倒伫遐，伊无先查看讲即个人是甚物倒一国的人。伊看到一个人有需要，伊怜悯的心就发动，伊就出手帮助即个人。伫即个故事内面，甲即个撒玛利亚人对比的是2个祭司利未人。这2个人因为拖拉的缘故，惊染到即个尸体会变做无清气，无法度去圣殿服侍，所以因宗教敬虔的心，互因看一眼就离开。所以耶稣用这个譬喻，是咧强调讲，真正的疼心，伫适当的时出手帮助人，才是真正的疼厝边亲像家己。是赢过接受侪的宗教的规条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对咱现代基督徒来讲，咱敢需要受到这旧约律法的约束咧？真侪基督徒认为讲，咱既然靠耶稣互上帝称作义，就毋免去看这诫命啊。但是咱来会记哩，耶稣有讲过，伊来毋是要废除律法。伫马太福音第5章。这个登山宝训内面有讲，无得拍算我来是要废除律法，也是先知。我来毋是要废无，是要应验。因为我实在甲恁讲，就到天地废无律法的一点一画，也决断袂废无，到拢总成。耶稣来毋是要将这律法废除呢，所以咱要真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这个废无的意思，废无就是有放松落来的意思。应验是充满、满足、完全的意思。所以咱知影讲，过去这犹太人不断将侪的这传统风俗加入去上帝的诫命，佫有真侪经学师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因的讲解，所以这律法哪来哪动，就亲像重担将人压甲无法度来喘气。所以上帝律法对伫因来讲，已经毋是一个祝福啊，嘛失去上帝当初颁布律法的这个用心。所以伫人会罪互律法变质的情形下面，伫加拉太第3章嘛有讲，既若靠本身行律法的，拢受咒诅；但靠律法无人伫上帝面前称作义是名。
基督已经赎回咱，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伊为着咱成做咒诅。伫遮甲咱讲着讲，上帝互咱一个会当对遮律法得着讨放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啥？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，伊担当即个咒诅，互咱会当对律法的咒诅来得着讨放。耶稣伊圆满律法，所以律法的界面甲咱毋是完全无关系。因为既然耶稣伊圆满即个律法，就表示这律法对咱要是有功效的。所以真侪圣经学者因认为，这旧约的命令虽然看起来伫咱即个时代，咱真歹去遵守，但是因会当反映一个原则，会当提供咱去实践的方向。亲像提摩太凯勒牧师，伊有写一本册叫《慷慨的正义》，内面有提到讲，摩西时代的律法是起造伫上帝的属性，就是有上帝的疼，有上帝的公义。譬如讲，咱来想看卖，伫遮律法有规定，当你借钱互别人，你袂当甲伊摕利息。也是讲，亲像今仔日咱所读到即个讲到奴才，安怎款待遮奴才的安尼命令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条命令对伫咱来讲，咱即时的人，咱可能已经无借钱互别人，咱嘛无人有奴才。但是，这圣经学者讲，伊提醒咱讲，咱会将对这律法中间找着上帝的属性，就是上帝是疼，上帝是公义，安尼咱遵守安尼原则来实践这律法。第二个理由是讲，新约作者嘛会用旧约的律法来做基础，亲像咱真熟旧约的律法有记载讲，你若是农夫，你伫田里伫遐收割你的麦仔的时，你袂当拢总的麦仔拢收了了，你爱留一寡互送乡的人去捡，互因会当靠家己的气力来过生活。所以保罗用安尼一段经文来做基础。伊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13节到15节讲，较毋是爱别人撩牛，恁好达，是爱得平平。现时将恁有剩的保因的无够，通将因的有剩保恁的无够，安尼才会平。照所记载讲，捡少的无剩，捡多的无剩，捡少的无欠。所以伫遮甲咱，互咱看到讲，保罗新约作者，因嘛定定会用旧约的律法来做基础，来做咱的教导。所以这表示讲，旧约的律法甲咱是有绝对的关系。但是，兄弟姊妹，咱知影讲，圣经这个教示，敢真正真简单做会到咧？这对咱来讲有一寡困难，特别对毋捌耶稣的人来讲，更较是困难。因为对因来讲，公义甲疼是互相冲突的。就亲像今仔日咱书会所读的这段关系奴才的经文，伫这个时代咱无奴才，但是咱有啥？咱有真侪义工对国外来帮助咱的工场，也是咱的家庭的照顾。我相信咱教会兄弟姊妹拢真好款待，才会对国外来照顾咱的义工。但是咱嘛会当听见，也是看见新闻，有真侪这雇主因是歹款待这的人。另外，圣经嘛来甲咱讲，咱爱留一寡互较无能力的人，互因会当生活。但是，咱嘛看见真侪做头家，就是想要独占所有的利润，无要互伊的工人得到应该有的待遇。但是，基督徒咧，咱要安怎看待咱现主时，咱遮的生活，咱所拄着的问题咧？咱做基督徒就袂当安尼，因为咱已经得到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，伊用家己的性命来换咱的罪，来换咱的不义。伫耶稣的内面，公义甲疼已经得到解决。所以咱遮相信上帝，群体耶稣有信心甲咱同在的人，咱就应该活出无共款的生命甲生活。所以虽然咱无法度一一来解说讲遮个律法，并且去祈求讲适合伫即个时代，我会当安怎做具体的方式，但是望咱会当用耶稣的心做心。
咱当用咱个人无共款信仰的程度、信仰的体会来实践这个经文。咱就用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节来做练习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是讲你厝内的奴才，你安怎对待伊？真有意思的是，第1节到第6节，就是书会所读的迄段是讲到男性的奴才；第7节到11节是讲到女性的奴才。所以咱看见伫圣经内面，真早就即种对伫无共款需要、有无共款处理方式的安尼一个制度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是男性的奴才，律法规定讲，伊若伫主人的厝服侍6年，第7年主人就要放伊离开，放伊自由。但是咱转去若继续来看第7节到第11节，是讲到女性的奴才。若女性的奴才工作6年，律法规定袂当叫伊离开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女性，互人买转来处理，通常是买转来做主人的洗衣，也是主人后生，也是其他奴仆的某。所以你若按照男性的这个奴才制度，你第7年叫伊离开的时，一个妇女伊无法度生存，伊可能就互卖做娼妓。伫即段关系奴才的经文，咱若看《申命记》，有共一段经文是发展到较完全的地步。我来读互咱大家听。这段经文就是伫《申命记》15章第12到18节，伫遐安尼讲：你的兄弟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的查甫人，也是希伯来的查某人卖互你，服侍你6年，到第7年就偷放伊去自由。伫遮拢共款。但是后来无共款是啥？你偷放伊去自由的时，毋通互伊空手去，着对你的羊群、五谷场、酒窟中做互伊，照上主你上帝所祝福你的来互伊。着记得你伫埃及地做奴才，上主你的上帝救赎你，因为安尼，我今仔日命令你遮个事。佮继续讲，这个奴才若对你讲，我无要离开你。因为伊疼你甲你的家眷，佮安尼踮伫你遐真好，你就用砖仔对门里放伊的耳仔，伊就应做你的奴仆。你款待你的女婢也是安尼，你偷放伊去自由的时，毋通掠做乞开，因为伊服侍你6年，比欠工的重倍得。上主你的上帝要伫你所做一切来祝福你。咱来看见伫申命记。对共一段的这条奴才的条例，有搁较发展、搁较完全的地步。所以咱若读出埃及，咱会当看出讲，这2段是真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。出埃及重视的是啥？是奴才是属于主人的产业，但是主人你对伫你的产业，对伫这个奴才，你嘛有应该你的责任，你做主人的责任。但是咱看申命记。伊强调的是主人对伫奴才怜悯，为什么申命记较强调讲主人爱好款待、爱怜悯这奴仆咧？有2个重要原因。第一，就是恁以色列人，恁嘛伫埃及做人的奴才过，所以恁爱体会迄种做奴才的艰苦，恁爱将心比心。第二是一个经济的事实，就是上帝所赐福你的来互伊。过去恁做奴才时，恁什么拢无，但是上帝赐福你，互恁拢无欠缺，所以你也着互因，不但袂当欠缺因的工资，并且伫伊离开的时，嘛爱送伊礼物，互伊丰丰富富来离开。并且伫申命记有一个但书，当这以色列人若照上帝律法照顾因中间的奴才时，上帝要伫你所做一切事来赐福你。这就表示上帝看这项事是好的，是应该做的。但是，佫倒来看，伫咱这个时代，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无奴才制度。但是，这句话，上帝这段话嘛，好亲像在咱遮已经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自由的人讲的。兄弟姊妹，过去咱嘛是奴才呢，咱是受压制伫魔鬼的关系下面，但是耶稣偷放咱。过去咱的灵性是空虚，咱什么拢无，任何物质拢无法度满足咱的情形下面。耶稣伊来丰富咱的生命。
所以咱嘛应该会当体会一寡，无论是伫外表，也是内在是内在的人的心情。咱敢有看见遮移工？咱敢有看见遮受剥削的劳工？也是一寡经济能力低到无法度生存的一寡人咧，因的需要咧。因甲咱共款，拢有上帝的形象，但是咱看因是受着什么款的对待？咱敢有看见一寡外表真自由，但是内心过较好，亲像就是奴才的人？亲像咱昨甲结束咱的即个学测，咱即摆青少年因爱应付啥？不断地改变的升学的制度，也是咱看见这无眠无日在照顾破病亲人的人。咱敢有看见一寡受冤屈的人，内心忧闷的人，也是陷落伫人际关系也是无正常关系的遮人？因的外表看起来甲咱拢共款，可能也笑嗨嗨，但是当咱甲伊相闪身的时，咱敢有听见因的内面迄款渴望会当脱出捆绑的心的声咧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去培养咱灵敏的敏感度，互咱会当暗耳孔听，互咱会当开目睭去看。特别基督徒爱伫即个时代做无共款的代志，因为即个时代真冷淡，大人真无用，所以真侪人敢若顾家己，忽略别人的需要。但是耶稣互咱一个方向，就是伫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耶稣所讲的：灵敏人的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得到灵敏。耶稣爱咱去灵敏别人，毋是要为着别人称赞你，讲哦，你足有同情心的，你人足好的，毋是，是未来咱面对审判的时，上帝嘛同款要灵敏咱。所以耶稣的灵敏就是咱学习的目标。亲像伊伫井边拄着即个妇人人的即个故事，耶稣知影讲，一个妇女伫中昼太阳真大的时来井边伫遐抢水，伊知影即个妇女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伊为着要避免去拄着其他人，所以耶稣毋是看到一个妇女来抢水那尔，耶稣是看到伊的心，耶稣是看到伊真正的问题。当然，咱知影讲耶稣是知影咱人的心，但是耶稣的观察是非常的强。所以耶稣伊无走开，反倒伊甲即个妇女讨水来啉，来切入重点，解决即个妇女的疑义，并且将真正的弥赛亚介绍互伊。咱看到即个妇女的生命改变啊！但是袂当否认的就是，伫即个时代，咱要灵敏人有当时也会拄着困难。亲像有的人是专门在找教会，也是基督徒来骗的，因为因认为基督徒是非常有疼心的。也有的人是贫惰，毋愿意来趁钱，安尼这个人，咱是要安怎甲伊灵敏咧？过去我嘛感觉讲，这个人真无可处，因会当去做工课啊，或因会当去趁钱，会当去欠钱啊。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，伫某种程度来看，这个人嘛是奴才，因为因已经互魔鬼控制，无法度活出人应该有的尊严。加上最近我看的册，有引用18世纪一个牧师叫做爱德华兹牧师的话，嘛，互我有产生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。这个爱德华兹牧师讲，虽然咱心中充满怨愤、性情邪恶，不配得到任何好处，但是基督疼咱，用仁慈款待咱，愿意减轻咱的重担，所以咱也着甘心乐意，用仁慈对待遐个非常不配的人。是啊，我嘛是一个罪人，我哪会当去评论别人，伊是罪人咧？咱嘛有看见有的人，伊可能无法度好好管理家己金钱，伊无迄种管理金钱的能力，所以这爱德华兹牧师嘛认为讲，这个人是欠少这个能力，并且这个能力是上帝的恩赐，
有赐予某一寡人真会晓去管理的金钱，但是无赐予某一寡人。但是咱安怎做？咱爱亲像目睭金的人去帮赞痴迷的人，或者痴迷的人会当享受目睭金的好处。所以伫伊的观念内面，咱人是爱互相帮赞的，因为有的人伊就是欠缺安尼的能力，但是咱会当帮赞因，来教导伊，来帮赞伊安怎来过伊的生活，管理伊的生活。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，互咱知影，虽然是奴才，但是上帝囝儿应该互因尊严甲尊重。面对四周围需要帮助的人，咱袂当安看咱的耳孔、咱的目睭，伫适当的时爱伸出咱的双手。当然，靠咱是无法度解救因，无法度来解决世界这问题。但是咱相信，伫几千年前，上帝伫埃及救出这做奴才以色列人。咱嘛相信，耶稣也一定会将这内心互捆绑、充满忧伤的人来救赎出来。所以最后，我嘛请咱来读一段经文，也是今仔日圣歌队的献诗。咱来读马太福音25章35到40节这段经文，诚做咱今仔日的实践的提醒。来，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，我喙焦恁互我啉，我出外恁互我带，我烫目体恁互我穿，我破病恁看顾我，我伫家里你来找我。迄时义人要应伊讲：主啊，我什么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，喙焦来互你啉？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带，烫目体来互你穿？什么时看见你破病，也是伫家里来找你？王要应伊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行伫我会请伫至美世的一个，就是行伫我。兄弟姊妹，咱行伫这至美世的人的身上，咱就是做伫主耶稣的身上。希望讲咱会当搁对人民有较有敏感度，会当看见伫咱身躯边的人的需要，咱做伙来祈祷。